是一样的对立的嘛，对不对？然后他要来台湾，当然怎样要人当宝嘛。人家你看这个宝字很简单啊，这个宝字，要当宝要人呆才会当宝。当然了，人呆当宝，当然没有人要当宝啊。怎么引渡像我们何老先生要引渡到台湾，刚好有一位又困到吴梅代理官司了，他以他自己开的药局啊做电宝啊，电宝，你看这个没有以前在30-40年的时候，你看那个政局不稳定，要当电宝不容易耶，所以或许就写呢，有写呢，在那个第12条的时候，42年1953年，何老先生他要返台嘛，需要人当电宝，就是吴梅代困到吴梅代当电宝，以他家药局当电宝，他说保证他是身家清白，无不良嗜好，品性端正，不是共产党的党员，他引渡到台湾，你看，这是非常一个女性，你看这个德性啊，是多么的伟大、光辉，你看，所以我们要更应该纪念她。除了你看何老师有什么张炳居引渡的嘛，看还有他的人的机遇，那么多人帮他吴梅代引渡他，你看他碰到的人是多么的好啊！你看，就是因缘际会，他才可以有这么殊胜的因缘。所以这就是或许要跟大家分享的36年到79年，我们的新义都遍及了整个台湾，已经有31个单位，像我们的义和啊、南新啊、桃新啊、新义啊，就连我们的长荣海运，它也是我们新义组其中之一的。那么有钱，它也是我们新义，是无限的光荣的。这么台湾以前在台湾这40几年，新义就占了台湾的半面江山，只是我们每个单位没有像我们宝丰那么团结在一起，因为我们都自己有自己像自己结婚了以后就成家立业以后，事业就分散出去了嘛，对不对？其实我们的力量如果再整合起来的话，我们的力量你看，宝丰，我们也没有觉得什么样。我们如果长荣海运啊，我们义和啊，其实整的结合在一起的。新义是多么强的一个质感，可想而知。或许未来如果有祖师在出世的话，可能会整合了，让我们更加的团结这样。所以你看，或许就把从第1点到第13点就简短的分享他们开办修办的精神。那第14、15点呢，或许就因为资料非常有限，就像民国41年的时候，1952年的时候，我们的李典老师，我们义和的李典老师，李新发典老师归功了，他开到6家，嘉里、新义、后壁、台南、高雄的，你看我们的典老师李典老师他的用心啊，他41年的时候，你看在30-40年的时候，30-40年代的时候要这么样积极的修办是不容易的事情啊。我们义和的典老师。理解吗？是这么样，你看慈悲啊，他学习的心意书写师尊张老先生、邱老先生、盛老先生、何老先生的精神，看在修办道，对不对？到40年代，还有我们的柯典老师啊，柯军端柯典老师已故的柯典老师，他也是开到西庄寮、红毛处等等的地方，这些都是足以代表了心意的精神，因为后学资料卷会再补充这几点，跟或许做个小小的分享这样。所以呢，借由我们刚开始的唱一首道歌，然后接着简单的叙述，所以或许的感想，这有一段感想是或许自己写的，所以或许就念给大家听。说借由这个码头这个道歌，还有下面前半段的新义书选的点点滴滴，分享给各位。那或许的心得就是，让我们感受到前辈者开荒修办的艰辛啊，的苦心啊，以及三朝普渡的重责大任啊，是落在我们白杨弟子的身上。所以我们应该效法前辈者不畏艰难，实在修办的精神，让我们的大脉永续的
更应该为道尽心尽力，无耻功德，无存执着，念念不离本心啊，念念不离我们修道，念念不离我们感恩心意诸贤，开荒办道的精神。所以第一段前半段会做个小小结论，所以我就给它归类为开荒。所以像我们的师尊，他开荒天津嘛，东北；那张老先生、邱老先生他开荒东北哈尔滨；那盛老先生他开荒牡丹江；然后我们何老先生他开荒到台湾；还有一个就是孙老先生孙正阳孙老先生他开荒台中。因为其实里面后半段会跟大家分享说孙正阳，因为我们何老先生他回去37年到42年这段空窗时期是由我们的孙正阳孙老先生暂代台湾的道路，然后他开荒，他在后半段后也会跟大家分享。所以你看孙正阳他开荒台中、高雄等地，以及我们的已故的李典鸾师李新发李典鸾师他开荒六甲、嘉里，以及我们的柯典鸾师他开荒红毛处这等等的地方，都是我们心意的精神啊，心意书写修办到的点点滴滴，这个是后续要跟大家探讨的前半段以重点式的方式，因为心意书写太多了。如果有机会可以看到我们来台开荒的仅存的大陆的元老的葛前人他所注记的心意的点点滴滴的话，他一本大概好几本，他有著作好几本，以及法源因为一本心意书写的法源所著的一本心意，很多他们里面都有写的点点滴滴。我觉得葛前人啊，在仅存台湾的在大陆的前辈的之一啊，以前他跟随着我们何老第二次回到台湾的时候，他带领那个人才的葛前人，葛前人，他是以前的三才，他所记叙的非常详细。如果有机会可以慢慢的打开，里面还有很多开发的点点滴滴啊，或许就不多说，这是或许前半段要跟大家所分享的，所以就归类为开荒办道的精神，心意开荒办道的精神。那接下来第二段呢，就各位同学，我们翻到第二段。那当然，第二段也是要先听一首大歌，我就把那一首独角戏，跟大家分享一下独角戏这首大歌，跟大家聆听一下，非常好的一首大歌。如果会唱的话，因为我们都在我们道场中的典鸾师、前人典鸾师、人才、坛子等等，都带有自己的定位啊。那我就选择这独角戏这首歌，那跟大家共同的聆听一下。如果会唱的，曲目唱的，然后把它改编成我们的道，就这样。如果会唱的，跟我们一起唱。你好，你优美的手大歌，独角戏，就是演好自己。
经意，但说只好赞许，看来人人都欢喜，一种人山人欢喜，把皮和草和气，我是我是你。很好的一首独角戏。然后，其实我们在修班道的过程，除了渡人以外，还要讲道以外，我相信现在在渡人的过程，台湾是已经非常的难度。可是有的时候，我们觉得难度，可是别的人也觉得很好渡啊。所以要怎样去度化人呢？其实是要有智慧。他要有智慧呢，或许就想到这个故事了。因为现在的年轻小伙伴、年轻小伙子他们如果要引渡他的求道，要让他静静的坐在那边，我相信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现在网咖、怕很多都迷住了我们的年轻人啊！我相信在座的都一定有渡过人，因为渡的人都好像是自己的亲朋好友。如果真的要渡那个年轻小伙子，我相信非常的难。可是呢，或许有一次机会，我们有一位陈叔叔啊，我都叫他陈叔叔。他是做面包的，然后做面包有建教合作，他中华一番他有这个建教合作，然后学生要来他的面包工厂办类似实习就对了。那我们的陈叔叔他50岁啊，因为年轻小伙子，然后70年次的，你看70年次的，然后又70大概72、74那边，然后他雇他们来求道，他是用半骗半拉的方式渡来，然后其实我们陈叔叔他雇他们是想要以活泼轻松的方式，想要说先带来国场先参观一下，然后坐下来喝茶这样。结果呢，我们的前辈者啊，跟我们陈叔叔他所那个观念不同，他直接就把那个年轻人10几个小伙子直接带到我了，然后直接叫他写名字，写一写要求道。我相信各位如果莫名其妙把你带来说，本来是说要参观一下，喝小点，喝茶啦，然后吃小点心，然后结果来到后来就不一样的形式，怎么办？我们这个他们曾永文怎么办？然后叫曾永文怎么办？我没办法了。这时候呢，又有已经大家都做好了，然后我们的老前辈者已经在说，我们是有非常殊胜的一年，青阳旗、红阳旗、青阳旗、昂阳旗、北阳旗，这3个时期怎样？我相信那个年轻人小伙他听不懂，真的非常好哎。这时候我们陈叔叔就想解释点是一时的，可不可以教我们亲戚不要讲这么深奥的东西啊？叫后学上去讲，叫后学这样你上去讲，年轻小伙子跟你年纪虽然差10几岁，可是也差不多。你上去讲了，不要说这么严肃，坐那边都不能讲话。后学看到每个市长头发就是穿我东南孩子喽，然后看到哇，这可能如果脾气不好的那年轻人马上跑掉。这时候呢，这叔叔的要求后学，然后后学就硬着头皮上去。那硬着上去不知道讲什么啊，怎么办？我就在那边想，上去的时候我就讲，说其实啊，我们来求道就好像基督教在洗礼的仪式就像佛教，你像我们那个佛像在开光那个点眼那个仪式啊，那或许没有你这么严肃，就比较轻松的方式说，我讲个故事给你们听。从前啊，我可以讲故事给他们听。从前有一个护士啊，当护理长，一个年轻的、一个可爱的护士小姐。然后这个护士小姐呢，她上班，因为当护士有上班时，有时候要上那个大夜班，熬夜。这个护士小
那过去了以后啊，怎么办？发生了什么事情？大家都知道。对了，要在不远地要看到警察就招招手，拉个下。这时候，那位护士小姐心里呢，这么擦，很不舒服的，骂在心里面。我上夜班是没有时间可以睡觉，那警察时间还不睡觉，1、2点怎么还有警察在那边拦人？拦人了。这时候警察拦下来以后，打开那个小检查，打开警察当然一贯的作业，行照、驾照，要看他有没有无照驾驶，然后拿起来。这时候警察也蛮好笑的，看到那个小姐长得那么漂亮，小姐长得这么漂亮，怎么会闯红灯呢？这时候那位小姐，那位护士小姐长得漂亮跟闯红灯有什么？打杆子打不着啊！我只是有看到红灯了，我只是没有看到警察。如果我看到你，我绝对不会怎么闯过去的。其实呢，我们修办道的过程，如果我就跟那位年轻的小伙子说，我们就是跟别的人不一样。如果你来修办道的话，你的伦理道德你会遵守，你看到红灯绝对不会怎么样。虽然是晚上凌晨1、2点，你就不会闯过去，对不对？你就不会中这个因啊。你看闯红灯是因啊，得到那个红那就是果啊。这时候那个检察先生也蛮好笑的，要开罚单给那位护士小姐。这时候呢，突然之间那个检察先生看到那个美丽的护士小姐，突然忘记那个闯红灯的闯不会写啊，怎么办？没有闯字了，大家会不会写？一个门一个马，对不对？那突然那个检察先生看到那个小姐，这个闯红灯怎么写啊？那护士小姐才不会理你嘞，你不会写就不用开我罚单。这时候呢，那个检察先生要问他，他又不会跟你讲。这时候呢，也是开了一张罚单给那位护士小姐。这时候那位护士小姐看到那一张罚单，差点笑到肚子不行了。他写什么你知道？红灯直走，红灯直走了。你看，所以呢，这就是这小小的故事你看就把那个年轻小伙子之间的僵硬的气氛给打破掉。他讲了这个故事以后，说我们修行的过程就是要这样的。你如果来修道的话，修行然后求道以后，你就会遵守这些交通规则，然后你就学会待人处事的道理。我相信你在你的学校一定会成为一个非常非常红的人。你看你来上课的话，你学到这个好笑的笑话，回去讲给你同学听，一定你的同学笑到肚子不行了。对，所以我就这样跟他讲，然后化解那个气氛，然后他们就愿意求道，就这样求道。就是所以有时候讲道也是蛮重要的一个拿捏啊。所以就接下来就刚跟大家分享，就是说，你看这一首歌曲，就是说要讲的全是好的赞美，你要讲好听的话，那他会来求道，所以呢，就直接进入我们的后半段的主题。所以呢，后半段或许就给它归类，从第一点张老先生，第二邱老先生、盛老先生。那第一点呢，就要了解西医他们书写的点点滴滴啊。我们的张武成张老先生呢，他在民国24年在道德武学社求道了以后，我们张武成张老先生他是山东武城县人，他本来是从事经商，重点是他天津做生意啊。他自己开了一家纸厂，这做来的纸工厂。你看以前的人，前面的他有钱又有闲，他开纸厂，然后他不会因为他有钱就胡搞乱搞，他没有。他求到了以后，他民国24年求到了以后，他就发心啊，广度有缘。他在24年在道德武学社求到了以后，在民国25年就度化了邱鸿儒、邱老前人以及安淑婷等等的前人。所以呢，张老前人他度
他24年求到25年，他就领命当典传师了。你看，今年求到，明年就当典传师。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各位不可能有他这么，你看他的使命，他求到得以当典传师，除非你真的是德高望重的人，技术好啊，你像我们的，像破学南京大学吴典传师，他要领命，他来前年才领命。那你看他50几岁，他求到至少有20-30年才领命。你看过去前辈者他今年求到，隔年就领，你看他的使命多么德高望重。所以呢，我们张主任张友谦他主张身体力行，脚踏实地，一步一脚印，就是真修实修的一个修办的一个过程。所以他非常注重品德的修养，以及重内圣以及外王，还有修道要注意那个小节，说谨言慎行。我们佛会里面不是有谨言慎行吗？所以就让或许小小的又分享一个小小的故事。我们张武成他说实修品德，他注重品德嘛，就让或许想到一个小小的故事分享给大家。我们都知道苏格拉底这位怎样？大哲学家。大哥级不是大哥级的人物，他非常有那个文学修养，还有